卫福部今仔日正式公告护理人员照顾病人的比例，3月开始要改做早班、暗班3班无共标准。医学中心、区级病院甲地区病院的规定嘛拢无共款。另外，阁会对这健保总额其他预算编40亿，正做上暗班的奖励金。以这3班副病比下去的话，事实上是医学中心缺口会是最大，尤其是在小夜、大夜班的人力的缺口会是最大，这是一个。那第二个，各个不同层级的医院，其实它在上夜班的难度就是不太一样，繁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不赞成说不同层级的医院的话，那它的那个夜班的奖励是要划一的。无共层级的病院，护理人员照顾病人的比例拢有分。医学中心上早班一个人顾6个，小夜班一个顾9个，大夜班一个顾11个。若伫区级病院早班爱顾7个，小夜班顾11个，大夜班顾13个。卫福部表示，这个政策为3月初1开始实施，若要达成标准，目前阁欠7500个护理人员。不过，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认为讲，这地区病院的照顾比例有影响是真悬，会造成医护人员的负担。